海拔700公尺的苗栗大湖山区，经常云雾缭绕，水汽多，土质厚，排水良好，造就了大片江山。江客家话叫做江马，所以叫做江马。对，土地越肥沃，它的倍数就越高，最好会有20倍。发芽率高，比较结实饱满，也比较辣。因为质地好，这里的姜大部分被拿来做种姜，拿来繁殖用。守着家园的客家姜农们也培耕有成。这几年，原本在外地工作的孩子看见休闲农场转型的机会，纷纷返乡。7年级的谢天生就是老前辈口中的新姜，担任发展协会理事长。和他一样的姜农第2代、第3代，平均年纪不到30岁的年轻团队，希望引进新想法。像这样湿冷的天气，可以驱寒的姜制品特别受欢迎，大家集思广益，想出各种加工的可能。做姜蜜饯，以往妈妈们用刀切费工，姜的厚片又不同。年轻人添购的机器，让品质一贯，减少人力负担。姜片和黑糖拌炒，得持续4个小时不间断。姜片和糖汁完全融合收干。像姜糖、姜蜜饯，然后还有姜饼以及姜饼人，还有一些姜粉，这些都是我们经由大家在那个在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所想出来一个构想。推动早期改造，要靠大家。推动社区改造要靠大家，要靠大家，对不对？过去农民各种各的，也各做各的，现在团结起来，卖出好品牌、好形象。年轻世代办儿童夏令营、办姜麻节活动，继续打响农村观光。姜是老的辣，但姜麻园的农民笑称，现在是嫩姜的天下。年轻人愿意回流，老少携手一起努力，让农村再生。推动早期改造，要靠大家。推动早期改造，要靠大家。